弟弟，你说我所谓的梦想能成真吗？万一是死里的一颗。
家得了报复，就应该追上去，送往郑家。我自费回去了，可郑家是冤了。孙子又不是可以抢的，不花不花。哎，忘了？你怎么忘了？弟弟的教诲了，这不都是为了救弟弟的命吗？弟弟放心，弟弟我
爸
为吾虽小，正也为也。不过今日你是一黑夜，啊那月出山。哎呀，今天3月期末，他就为我去看饭去。3年只要我记下来啊，你笑儿吧。这说啊，他在这富城院中已经住不了3年，就医不中，就怕病不病。哎呀，对，哎呀，救命哎！快多大嘞！天来。
看见不同树长脸。
不买笑，不买笑，你买什么？我买粉。这个女孩你不听吗？
我要去难为他，让他好生的
哎
到神人的，你通的我的，就有关系。可是今我又要给你好去了。不行，我不能让弟弟在你这里的受苦，我不能让弟弟在孤独寂寞，哪怕为生不是故意，我也愿意永远陪我弟弟生活。你说这什么呀？弟弟去年来换心之苦，为的是什么？为的谁知道你出世之邦接受养亲，自己你养你一程，下得我羞辱他去。你虽不曾经让弟弟在这里的之苦，难道你在真心看到弟弟亲人心血，父子亡两不成吗？弟弟，你想真是我的弟弟，谁让弟弟早就听到你的喜报家信，让弟弟早为父你在快点，弟弟赶快！难道你真是这样羞辱他处吗？那从今以后，你才不要再叫我弟弟了。你怎么化了还不良女子？乃想必二八了，你化了二八了，卖掉了我整整3年的光阴，可是为你做了3年享受多差的小家人，因为你第一次看见真正喜悦，难道我3年的心血万万不轻易呐？二八了吗？既然你这倒是过本了，那我今天也把话挑明。当初你在美凤溪上苦为性命之言，只有妈妈我愿意，你的终身不能离开这父亲。所谓人死鸟为之亡，这是天地之力量。
相随意。
说不动嘞。妈妈，大放心，请放心。呀，看哪个人，你的专门当着真的，可妈妈我生成一生气，你不是真的本事。事情陈亏告诉，不要是你区区一亲娘，只是你这样去，我也必须放心。哦哟，莫非妈妈像孙子善良，孙子陈亏，但也是滚上靠山喽？难道上达官身上的，我不是个帅乖呀？哎呦，妈妈我哭一阵心动啊！滚上去请这冤滚滚，你是上人的状态，能乱得不别人，虚想乱得不服。妈妈真是节度十方啊！既然妈妈我不顾了你的铁气，这不二大堂冤滚气，后续相杀。这么个过去，是怕妈妈趁罪不轻哟。你这是什么话？那陈亏不谈告众场面，万棍在发不起官。难道他们让他提起才是情侣没事吗？这亲嘞，妈妈对陈亏可是发不起灵啊！哎呀，一起两就一起两，也不你是我我承认美吧？老主啊，开玩笑嘞！一起两不可以买一双嘞？咦，刚才你不是说他一起两啊？上帝不配，哪有不兵之家？刚才用得他一起两，你要答应了，哎，你就成交嘞。孔明破信太后，一无丧心，无是好三顾混家。不了，我说嘞，那再吵架，再说一句，我不了，你不了，你不了，好，成交。
陈三娘，住在黑江里来与富贵可到，当家宝他这种良本是好事，你何不记住那老爷用兵？陈三娘，你是自
是顶着上的堂嘞，第一部暂且正下，二部稳定进行。可等为不能掌握自己去他在你之外，我非他的好事不成书。一个下贱的烟花女子，经过最终会是小王。烟花女子，他老子。
那
忙报家政，对我生杀大权，并不是为所欲
我。